好啦，到課題20.8啦，都係考試嚟講通常考嘅內容啦。20.8講關於嗰個解決問題方法。既然我哋發覺啦，燃燒化石燃料又導致好多空氣污染物，但我哋唔會話啦，我哋唔用汽車唔發電咪冇問題咯咁樣。咁我哋個社會其實都叫停頓㗎啦。咁既然我哋又要繼續令到社會個保持運作啦，但同時間啦，製造出嚟嘅空氣污染，我哋點樣去解決咧？咁樣咁亦都係要科學家去諗嘅事項啦。咁樣咁睇睇第一步啦。啱啱都所講嘅汽車嚟講咧，都係一個空氣污染物嘅主要來源嘅。咁我哋就從呢個源頭減廢嘅方式啦。點樣令到啲汽車少啲空氣污染物咧？咁樣咁所以嚟講，第一個啦就講關於汽車要安裝一個裝置。呢個裝置個名要識得寫喎。安裝催化轉化器，個字唔好唔識寫啊，要識寫清楚。催化轉化器，咁催化轉化有啲咩用咧？咁樣如果你記得嘅話咧，其實汽車裏邊主要嚟講生成嘅空氣污染物係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同埋未完全燃燒嘅氫嘅。咁你仲記唔記得嗰啲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未完全燃燒嘅氫點嚟咧？咁樣一氧化碳係來自乜嘢啊？不完全燃燒而產生嘅。一氧化碳係來自不完全燃燒。咁即係話，如果我可以令到嗰啲汽油啦能夠完全燃燒嘅話啦，咁我哋嘅一氧化碳咧就可以解決咗啦。咁氮氧化物咧咁樣，咁氮氧化物其實來源自乜嘢啊？汽車其實要吸咗空氣裏邊嘅氧氣嚟燃燒啲燃料嘅，但同時間無可避免地啦，空氣中裏邊都有70%係氮氣，咁即係氮氣同氧氣同時間吸入去呢個汽車引擎裏邊啦，高溫之下啦就會生成氮氧化物。留意到一樣嘢喎，佢哋會結合啦，生成氮氧化物。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離開架車之前呢個氮氧化物就已經消失咧？咁樣好啦，到未完全燃燒嘅氫啦，成個名都好明顯地啦，就話啦，如果我可以令到啲未完全燃燒嘅氫能夠完全燃燒嘅話咧，咁啦，個空氣污染物咪又再減少咗咯。科學家都好犀利嘅，諗到一個裝置叫催化轉化器，就可以將啱啱所講呢3樣嘢，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同未完全燃燒嘅氫咧，變為一啲非空氣污染物啦。就係乜嘢啊？變為咗二氧化碳、氮同埋水蒸氣呢啲無害嘅物質。究竟點樣變化咧？大家就要知道啦。咁首先講翻催化轉化器啦。催化轉化個結構裏邊咧，就好似一個蜂巢狀咁樣嘅。咁個蜂巢狀有啲咩特別咧？咁下邊都講啦。呢個結構上高咧，除咗個結構係蜂巢狀之外咧，上邊亦都有啲催化劑。咩催化劑啊？就有啲加速化學反應嘅物質。個物質係一啲金屬，叫做鉑同埋鋁。其實有啲咩用咧？就講啦。當啲廢氣咧經過一啲蜂巢狀嘅結構，如果我哋整成個蜂巢狀咧，就可以增加嗰個表面面積。另外，催化劑啦，亦都可以加速成個化學反應。乜嘢化學反應啊？就將啲廢氣、一氧化碳啦、氮氧化物啦、未完全燃燒嘅氫轉化成一啲較為乾淨冇害嘅物質，就係二氧化碳、氮同埋水蒸氣啦。究竟催化轉化器做咗啲乜嘢，令到啱啱所講嘅空氣污染物變為一啲乾淨嘅氣體咧？好，先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一氧化氮同埋氮氧化物。原來一氧化氮同氮氧化物咧喺個催化轉化器裏邊遇着嗰個催化劑之下啦，就可以加速反應嘅。一氧化碳咧就變咗做二氧化碳，而氮氧化物啦就變為一個冇害嘅氮氣。呢個的確，而且就係催化轉化嘅功勞啦。另外啦，氮氧化物唔係淨係得一氧化碳噶嘛，仲有乜？唔係淨係得氮氧化物唔係淨係得一氧化氮噶嘛，仲有邊個咧？仲有二氧化氮。二氧化氮亦都係嘅，同另一個有毒嘅氣體一氧化碳咧就結合，就變為乜嘢咧？變為一個無害氣體二氧化碳同氮氣。解決咗啦呢個一氧化碳同氮氧化物生成嗰個問題啦。留意翻隔離嗰個就考試其實都常考嘅，所以大家都要記住啊，點樣將一啲
一氧化碳同埋氮氧化物喺個汽車裏邊度消失咧，咁樣就透過催化轉化器將兩者產生化學反應而造成嘅。咁另外啦，未完全燃燒嘅烴啱啱都講過啦，如果令到佢完全燃燒嘅話就得啦。咁原來我哋嘅催化劑咧就可以加速呢一個燃燒作用，令到未完全燃燒嘅烴可以完全燃燒之下咧就可以產生二氧化碳同埋水。咁一氧化碳咁點樣咧？其實一氧化碳喺呢個催化劑拍同爐情況之下咧，亦都會加速氧化嘅，就變為二氧化碳。咁好明顯見得到啦，經過個催化轉化器之後啦，生成咗出嚟嗰個氣體係啲乜嘢咧？就係有二氧化碳啦、氮氣啦同埋水氣嘅。咁呢三種啊都為之叫做咩啊？都叫無害嘅氣體。咁啊的而且確幫助到改善咗嗰個空氣污染嗰個情況。但留意翻啦，個催化轉化器咧都有啲弱點嘅。嗱，用催化轉化器嘅時候啦，我哋用嘅燃料咧就必須要無鉛汽油，因為如果嗰個汽油裏邊含有鉛嘅話啦，咁我哋個催化轉化器裏邊嘅催化劑咧就會失效啦。咁啊，催化轉化劑失效，我哋用一個名詞去描述，就叫做中毒啊，中毒。咁所以記住啦，我哋用無鉛汽油啦，否則啦，我哋嘅催化轉化器裏邊嘅催化劑就會中毒而失去功能嘅。咁當然政府其實好耐之前都有個措施㗎啦，就係喺1999年，即係大概20幾年前啦，已經禁止啦，即係汽車使用含鉛汽油，而家全部都係無鉛汽油。咁鉛另外有一個問題嘅，就牽涉到乜嘢咧？就牽涉到對於人類嗰個神經系統有影響嘅，咁所以亦都要禁止使用啦。咁啱啱都講過啦，燃燒化石燃料咧就會令到有啲空氣污染物啦咁樣。咁有冇啲比較乾淨啲嘅燃料俾佢燃燒咧咁樣？柴油就比較污糟啲啦，因為柴油個分子體積較大啦，亦都有機會有啲叫做咩硫化合物喺裏邊，所以燃燒嘅時候啦較難燃燒啦，因為分子體積較大嘛，較難燃燒。咁較難燃燒之後，當然會有未完全燃燒嘅烴啦。亦都係啦，會容易造成未完全燃燒嘅話咧，都係有啲一氧化碳嘅。咁另外都會有二氧化硫同懸浮粒子。咁所以嚟講啦，就用啲較為乾淨嘅燃料，就係而家成日都見到啦，就係液化石油氣啦。咁液化石油氣咧，亦都係啦，其實都取代咗大部分嘅小巴啦。咁啊，而家啲小巴都好少用柴油㗎啦。咁啱啱都講過啦，二氧化硫咧，亦都係一種空氣污染物。咁即係話啦，亦都係個源頭咁有啲廢啦。咁即係話，如果啲燃料可以低硫嘅含量嘅話咧，亦都可以減少二氧化硫嘅排放啦。咁所以嚟講啦，原來嗰個即使你想用柴油都好啦，都用啲比較好啲嘅柴油。用啲乜嘢柴油咧？就係一啲歐盟5期柴油。咁留意裏邊個硫含量係低於0.001% 嘅，即係好低啦。咁令到啦，如果本身燃料都有好少硫嘅話，燒出嚟嘅二氧化硫當然都會少啦。咁樣除咗講汽車之外啦，仲有乜嘢咧？就係嗰個發電廠啦。發電廠裏邊咧都有啲二氧化硫嘅。咁我哋點樣去將啲二氧化硫去除咧？咁樣我哋會裝一個裝置，個裝置記住呢個名啦。發電廠裏邊就裝一個叫滴氣器。就裝滴氣器啦咁樣。滴氣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就係咁樣嘅。二氧化硫咧，其實就可以咧透過一個叫做滴氣嘅過程咧，就去除佢嘅。咁點樣去除啊？咁樣咁留意喎。二氧化硫係一啲氣體嚟㗎嘛。咁個氣體如果用一個網係隔佢唔走嘅，咁點樣做咧？咁啲科學家都幾聰明嘅，係將啲廢氣未排出去煙囪之前咧，就俾一啲物質。咩物質啊？就係呢個氫氧化鈣溶液去灑佢啦。原來氫氧化鈣溶液接觸到二氧化硫嘅時候會發生乜嘢事咧？咁樣下邊呢個化學方程式大家要識得寫㗎。如果當呢個氫氧化鈣溶液其實即係石灰水啦，其實遇着呢個二氧化硫嘅時候咧，留意啦，二氧化硫啦由氣體變做乜嘢啊？就變做固體啦。其實啱啱都講過一句啦，喂，如果喺空氣裏邊嘅二氧化硫本身係氣體，假設我放一個隔層網喺度都好，咁其實啲二氧化硫係氣體嚟㗎嘛，始終都可以透過啲隔層網窿窿咧
就飄走咗啦。咁點做啊？咁我哋只要將佢由咩啊？由氣體變做固體，可以將佢用過濾法隔開咯。咁啲科學家都諗到啦，係啦，我哋就係要將一啲氫氧化鈣嘅溶液點樣做咧？就係同呢個二氧化硫去結合，結合之後啦，二氧化硫就由氣體變咗做固體，變為乜嘢固體咧？就係亞硫酸鈣啦。咁亞硫酸鈣係一個固體，就可以好簡單咁樣去除嘅。咁另外啦，第二個方法係乜嘢咧？亦都可以用嗰個氧化鈣。嗱，氧化鈣就係乜嘢？係啲固體嚟嘅，即係話啦，喺一個煙通裏邊排出啲煙之前咧，我哋就會令到嗰啲氣體要經過一啲氧化鈣。咁當經過咗氧化鈣之後啦，啲氧化鈣咧就會吸收嗰啲二氧化硫，令佢變為呢個亞硫酸鈣。咁啊，亦都可以去除咗我哋嘅二氧化硫嘅。咁然後佢就話啦，亞硫酸鈣咧，繼而同空氣啦同水反應，就生成咗呢個硫酸鈣。咁所以嚟講啦，生成咗呢個固態嘅硫酸鈣被去除之後啦，就可以攞嚟用於製藥嘅工業裏邊嘅。咁啱啱都講過啦，二氧化硫嘅去除方式就用呢個滴氣器啦，滴氣器，記住啊，滴氣器係去除二氧化硫啊。咁啊，懸浮粒子點做咧？嗱，懸浮粒子咧就裝靜電沉積器，靜電沉積器。咁啊，靜電沉積器就去除呢個當中嘅黑煙。咁點去除咧？咁樣，咁其實嗰啲黑色嘅粒子咧，其實咧我哋點樣做咧？我哋就令到啲廢氣通過好強嘅電場之後啦，令到啲粒子咧就帶咗電荷啦。粒子帶電荷就容易啦，我哋就點樣啊？就吸咗佢啦，吸咗佢即係點咧？即係當負電荷嘅黑色嘅粒子經過咗啲帶正電荷嘅金屬板嘅時候咧，就會俾佢吸走咗。咁所以令到啦，氣體排出嘅氣體咧就少咗啲黑煙，咁啊亦都係比較乾淨咗嘅。咁所以嚟講啦，呢個就係利用嗰個機器方法嚟去除一啲。另外最後啦，就講埋個灰塵啦。灰塵點樣去除咧？就利用一個機械過濾法啦嚟去除個灰塵嘅。咁啊，記住個方法名啊。咁所以最後嚟講啦，咁啊記住呢個大表啦。咁呢個大表其實都講到，其實 DSE 啊同以前考試都會常考嘅。有空氣污染物有呢個問題，我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咁樣講翻啦，一氧化碳。咁我哋喺邊度咧？大部分來自汽車度啦，所以我哋要喺汽車度啦。記住係汽車安裝催化轉化器，千祈唔好講工廠啊，係汽車安裝。第二個二氧化硫，二氧化硫點樣去解決啊？如果汽車方面啊，我哋用一啲液化石油氣，即係話低硫含量嘅燃料啦。咁啊，作為一個汽車燃料。另外啦，發電廠都係用一個發電廠點樣做咧？咁樣。就係安裝個叫滴氣器嚟去除二氧化硫嘅。氮氧化物咧，氮氧化物啦，就係汽車裏邊嚟講係安裝催化轉化器。未完全燃燒嘅氫都係喺汽車裏邊安裝催化轉化器。而懸浮粒子啦，咁啊睇翻邊類別啦。發電廠咧就安裝一個靜電沉積器嚟去除一啲黑煙。咁另外啦，亦都利用機械過濾法嚟去除廢氣中裏邊嘅灰塵嘅。咁所以嚟講，嗰啲方法記得要對應喎，就唔好亂咁咩，就唔好亂咁用啦咁樣，即係唔好千祈講工廠裏邊裝催化轉化器啦，咁啊唔適宜嘅。好，下邊一個20點式嘅例題都叫做總結咗我哋啲堂學咗嘅嘢啦咁樣。咁下邊就講啦，我哋要減少汽車廢氣中嘅空氣污染物嘅排放措施，我哋點做咧咁樣？咁啊就簡單啦，做乜嘢咧咁樣？佢就話啦，喺汽車裏邊安裝一個催化轉化器，就減少咗啲汽車裏邊排放大氣嘅空氣污染物。咁留意啊 A 部分就叫佢寫翻啲化學方程式，呢個亦都係比較常見嘅考試題嚟㗎。咁啊，如果考嘅時候通常都會考呢一個啊咁樣。咁啊點樣咧咁樣？裏邊就牽涉好多化學方程式嘅，就講翻啦。喂，究竟嗰個汽車裏邊嘅引擎裏邊嘅空氣污染物點解決啊？咁首先嚟講，你要記得啦，汽車裏邊嘅引擎釋放出嚟嘅空氣污染物咧係有一氧化碳啦、一氧化氮啦，同埋未完全燃燒嘅氫。咁點解決佢咧？就用以下嘅方式。但係其實佢仲有一個叫
氧化氮佢冇寫到出嚟啦，咁我覺得二氧化氮都要寫翻嘅咁樣。咁啊，首先講翻啦，其實汽車裏邊嘅催化轉化器咧就催化劑，分別就係鉑同埋鋁啦，係可以加速一氧化氮同氮氧化物嘅化學反應。嗱，最緊要係講翻啦，生成無害嘅二氧化碳同埋氮氣要寫出。嗱，上邊呢個咧就用文字方式描述翻嗰個解決方法啦，下邊就用翻化學方程式去寫翻嗰個解決方法啦。咁留意個題目要求啊，題目要求係輔以適當嘅化學方程式，咁即係話唔係單單淨係寫化學方程式就係可以答晒成個問題嘅，你都用翻啲文字描述翻咧係點樣解決嗰個問題嘅。好，第二個就係話啦，催化劑亦都可以加快乜嘢啊？加快咗一氧化碳啦，同埋未完全燃燒嘅氫同氧嘅化學反應，生成咗冇害嘅二氧化碳同埋水氣嘅。咁亦都係寫翻化學方程式啦，一氧化碳同氧結合變為二氧化碳，而未完全燃燒嘅氫啦，假設個未完全燃燒嘅氫係 C8H18 啦，咁啊就會變為乜嘢啊？二氧化碳同埋呢個氧氣啦。好，跟住嚟講啦，到 BA 條啦。嗱 BA 條咧就講啦，咁啊汽車廢氣中有兩種不能被催化轉化去除嘅空氣污染物，其實啱啱都記得嘅話就係呢兩個啦，就係二氧化硫同懸浮微粒。因為催化轉化集中嘅目的就係去除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未完全燃燒嘅氫，咁至於二氧化硫同懸浮粒子咧就去除唔到嘅咁樣。咁佢就話啦，除咗安裝催化轉化器之外啦，咁啊點減少嗰啲空氣污染物嘅問題咧？咁樣，咁當然從個燃料着手啦，就用啲好啲嘅燃料，用液化石油氣或者低硫含量嘅柴油。咁另外啦，可能會用電動車啦咁樣。最後呢個亦都可以自己睇一睇啦，有關於嗰個化石燃料嗰個問題啦，就泄漏咗之後有啲咩問題咧？假設一個海上嘅運油船爆炸，咁啊漏咗啲油污落去海上裏邊，發生咩事？咁有啲咩問題咧？第一個啦，石油會毒害啲海洋生物啦，同時間啦，爆炸嘅時候會燃燒嗰啲燃料，產生大量嘅黑煙，造成空氣污染。亦都係啦，上高嗰啲油咧，如果覆喺水面上咧，就阻礙咗啲生物啊吸氧氣。其實氧氣其實溶落水裏邊，等嗰啲海洋嘅動物咧可以吸嘅，生物都係即係海洋裏面嘅動植物吸啦。咁如果啲燃油漏嘅話，就好似鋪一層面，阻擋住啲氧氣啦。咁下邊亦都講翻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個大型嘅路邊空氣淨化器嘅咁樣。咁下邊啦，啲空氣淨化器都有陣時整到成藝術品咁嘅款啦，咁大家都會留意身邊發生嘅事啦。咁通常都安裝喺啲通風口度啊、隧道裏邊、隧道嘅通風口嗰度啦。好，但係呢個20.8啦嘅內容就講完啦。好。